今年9月是交通安全季，交通部今年有办理校园的宣导活动，互囡仔实际体检伫咧路口会拄到状况，提醒过路时都要记注意，爱停、爱看、爱听，提升囡仔对交通安全的观念，避免意外来发生。要停在哪边？要停在那条线的截止边。如果超过线会怎么样？车子就会跑下去，然后开罚单。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真侪学校拢有举办交通安全教育的活动。根据交通部的统计，交通事故有6成以上发生伫路口。112年行人受伤的人数是这5年来上侪的，有17000多人，其中6岁到17岁的儿童也是青少年，就占1成。个人认为不应该用孩子的命来换取交通改革。那今年的1月到6月，的确看到我们的整个事故伤亡减少了9%，不过行人是成长了6%。交通事故又是对儿少死伤，事实上是最高的哈。也希望未来过去的课程5阶段模组可以陆力在推广，从小养成我们的孩子怎么去保护自己。交通部表示，建立交通安全的观念，应该对教育做起。学生仔自细汉伫学校学，卖当家伫学校学到的安全知识，讲互厝内父母知影。小朋友的一个安全的教育，回去也可以影响爸爸妈妈。透过影响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在当他是驾驶人的时候，都能够扣合今天的一个主题哦，就是车辆到了路口能够慢看停。交通安全的教育不能缓了。更不能停从各个教育阶段里面，分别从课程的规划以及师资的增能以及教材的研发，这个不同的一个面向那么来推动这几冬来行人安全的问题愈来愈受到民众的重视。交通部、教育部加静观基金会合作设计体检活动，透过活动要互囡仔了解过车路进前需要停、看、听，注意路口的状况，提升囡仔对路口安全认识的能力，避免悲剧发生。记者张家佳、曾正佑台北报道。